台中和平自由国小的少棒队打败着桃园金兴国小的少棒队，摕到冠军。7月要代表台湾到美国参加世界少棒锦标赛，学生甲老师拢欢喜甲袂顾哩。 自由国小少棒队加油团欢喜伫咧发休，伫咧巴比鲁斯联名世界少棒锦标赛冠亚军比赛，成功打败对手，摕到冠军，嘛得到前往到美国参赛门票。收看的我们社区的家长啊，还有我们社区的乡亲啊，也每一个都跟学校我们都一样啊。 都是非常的兴奋。自由国小少棒队成军12年参加比赛，定赢，老师学生真拼势。不过这一遍对下金兴国小少棒队实力坚强，顶半场失真侪分数。不过大家嘛是脚步徛在拍赢这场比赛。的投手林炫，他是完全封锁对方的打击。 巴比鲁斯联名世界少棒锦标赛对囡仔来讲是一种经验的累积，因拢真期待，希望当为台湾搁一摆拼到好成绩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